虽然讲唔咩科班出身啊，从细哈等于伊喜欢艺术方面的东西，太太有接触到皮条机游戏，从身上学过哦，故所以带这样东西，如果做本来看，拿本来看，还看神奇的哦，就讲也可能也适合来做看啊。虽然做起来的东西唔会差，故所等于见做就见有兴趣。第一个描好以后，同样的打湿啊，皮革一定要打湿，在雕刻的时候才好雕刻。那打湿以后，装饰以后就雕刻部分哦，卡的部分哈，就描下来一个线条啊，看卡的程度来表现前同后背的嗰種建設嚇，無重要。等于所有的线条卡好以后，扎下来，也应用印花工具打出线条出来哈。一开始做，没想过做皮包的款做还是用心的东西，要做过的哈。等于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将这个产品等于讲有吃可能买可能嘛，那本朋友啦吼，也係其他人講，係咪有興趣啊？係其實本來一個 idea， 就講恁做得做影像的話，我就同埋啊，也就等於講一開始做埋要做影像，故所也部分咧等於本來一個靈感就出來。其實皮的特性有一道吼，本身等於講有講過講，做得雕刻，做得染色，本身有延展性，本身也有特殊的擠壓收縮性啊，等於有很多的特性。另外一點很重要就講，做某種影像，因為皮的本身的質感很講究，人物就等於講人的個皮膚的安尼美材材料，也很適合做人為主題的安尼作品啊。傳統的方式啊，大部分皮條應用係染料，唯一的一個缺點就講佢會褪色，像影像也係講其他愛較豐富的色彩的時間，因為染料較少我就使用了亞克力顏料做影像部分，像有的做唔得褪色咧，木薯葉做唔得褪色，也頭南毛做唔得褪色，褪色就冇可能嘅，就是故所係嘗試了，因一開始講用亞克力顏料來上色，但是亞克力顏料要上到皮嘅蛋糕有加個困難度，但是我就講一開始講用染料來打帶。用亞克力在壓喺上面，各種嘅方式來應用就錯嘅。等於當然一道主題係生活周遭看得到嘅，也係講我現在現現時代感覺嘅嗰種情形，也係講市面上也係講出去了嘅時間，又發覺到有主題。亦適合，也係講另外一方面就講
皮的东西适合某个东西来用的主题来表现。像一复杂的东西，你讲啊，做出嗰种细腻的嗰种表现方式，也等于讲伊适合。就看到用的东西有用的嗰种感觉啦，等于讲像爱生活做特别大，做用中的顺效，因为下摆我经过去用中啦顺效发现到嗰条人的生活啦，像一道老农民去看病啦，看病的时间挂号以后，等于要等看诊嗰段的时间空余的时间，有的人会去买吃早餐啦，也买东西啦，可能买药的啦，也一道安的，等于经过一下，上去啊呢个表现等于讲食个亚条街嘅嗰种生活的情形，去捕捉也对个镜头就等于写出等于讲食个日记中样表现出生活的情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成，欢迎收看今日暗巷风化。相信呢，大家睇我看过嘅影片以后，都知讲，今日呢有请来到现场节目当中嘅艺术家呢，係皮条嘅艺术家吴金平吴太哥哈，接下来介绍吴太哥同大家来说事。吴太哥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講吳太哥，其實本來工作唔係做嘢，當然係專心來做嘢啦，做皮條嘅藝術嘅創作。佢當時本來做乜嘅？佢當時樣板要想講投身來做嘅皮條嘅藝術。從細我等於就以後畫圖啦，當然勞沃我把時間耕田。但是我以前份畫圖，美術類嘅東西，像讀小學嘅啦，也係講初中啦、高中啦，我就要陸陸續續，就講畫圖嚟講啦，像畫水彩啦，也畫油畫啦、國畫，全部我就等於陸續有戲份就錯嘅。我另外經過了一段時間出社會以後，我咪叫繼續要接觸到，但是我一接我去腦部看展覽。個展覽嘅形態當然當到，雕塑接觸咩行得法，當然要擺，因為本樣做錢啦，做起做上班時間，佢咪咁樣要去接觸到皮條，要去學就錯嘅，等於講係本來係自學嘅啦，我接上講嘅樣用，我接上講，我先生喺扮演，就係個朋友。職業嘅轉變咁咪當困難？可以人講啦，講本身學嘅項目學標準，標準，但是就講起來，雖然個標準地都沒有設計方面嘅工作，像個事務組織樣嘅這，法文樣嘅法文，有一方面課程啦，一方面係輕巧嘅，雖然個讀標準，但是下後。也要去工廠做過，做過一段時間，咁樣經驗也資方嘅工會啦，喺多嘅上班。接觸方面講當然行得快，但是就講我一直以來有陸續喜歡一方面嘅畫圖啦，一方面嘅安尼業餘嘅啦，等於講安尼興趣，就陸續有嚟畫圖，離開個標準嘅行業以後，都做也皮條都也下差唔多幾久嘅時間呢？可以講係一開始接觸等於一開始係教程序嘅，一方面上班，另外一方面就講要存嘅時，存嘅時間，要兩年時間，就停通下嚟，停，沙下來下後真講，我要做到一個階段以後，我真開始講，我變態。工作專心嚟做嘢嘅皮條，但係陸續要差唔多多一下，差唔多20年嘅時間嗬。我哋做皮條係從個三米嚟做嘛，嗬。三米嗬，人哋嗬三米當到人文薈萃啦，嗬。當有嘅藝術家，當到藝術家攏帶出街，特別係木條嘅部分。樣板要上去做皮條係唔該。個區隔，我唔想講，我學木條做木條呢。
刚才也有讲过哈，其实讲兴趣也一发，刚才讲唔单止讲画图，其实目标还没有。啊，对，将来年菜这个大概留个3年啊，就做木雕就好个啊，一抽年菜讲抽书条，唔单止雕啊，抽书条可是也有做过，将陶艺嘅东西，我没有去命过，就讲各方面我就有涉猎一些的，前辈面我真有讲接触到皮嘅以外，因为我等于带台北。做啥物带台北？台北因为安尼工艺师的房子较模式，较唔讲做木雕啦，嘛个因为用层啦，空间的关系，人家讲做废嘅，中央没有兴趣，但是讲无嘛一适合了，都市形态工艺来做。故说我接触到皮雕以后，我讲其无嘛个污染，空间也一些一适合都市型的。安尼地方来发展，故说我真有讲，我来较专心啲。虽然讲伊冷门啦，一般讲皮雕，唔讲市面上除了讲伊传统嘅东西安尼谈的有看得到以外，其实也方面係一冷門嘅，安尼種嘅工藝啦，工藝也好啦，藝術也好，一冷門。但是就講因為講因為冷門可能有發展嘅空間，因為咱會做嘅逆向嘅思考。有樣，有樣。其實吳太公頭我講到重點，因為吳解當時因為曬來台北以後，佢考慮到講，台北嘅空間大概空間嘛冇適合啦冇講按像嘅種下地方按法，我考來考去目標，考來考去，會影響到嘅其他嘅人沙，大家都抗議嘅，上來上去喺度做皮條，其實我哋想講各樣東西攏上愛學。攏上來做，係因為受到空間嘅關係，受佢嘅影響，攞每張現切來做皮條。也可以個按你講啦因為講起來各樣美材啦就講你做書嘅做飛嘅做其他東西但是因為現實環境也講將來發展。只能講做唔到講大樣就做，現在即係自家係有興趣嘅，也講因為講我係有把握嘅安尼方向來進一步啦，人講嘅頭拿射落去嘅，就開始講做限刻法、面限刻法做冇同樣嘅東西出來。其實我相信觀眾朋友大家一定會想去講，木雕、皮雕嘅差別木雕係考來考去都有神性嘅，皮雕係咩？像人哋我看到嘅樣片當中，係我哋考來考去，佢係較強力啦佢力量較細，唔過佢其實呢要當成嘅美術嘅基礎在地位，有藝術嘅基礎在地位，到底呢嘅皮雕係樣辦來做嘅呢？人哋休息以後再來講。就講介紹本行嘅球友打球嘅朋友看，比看咧係就講你做得出眼印象，我就同埋。歡迎到咗暗鄉風化嘅現場，頭一同嘅吳建明吳太哥講到佢樣板要投身做嘅藝術創作嘅皮雕藝術創作然後嚟了解一下吳太哥，做嘅皮雕係唔係主要嘅事業嘅來源？我樣板兼顧到生活，我照顧家庭講起來，做專業以後啦，一開始當然等於是高峰期空餘嘅時間讓你做，漸漸嘅就轉移，等於講做較專業，等於講我讀車牙嘅本業啦，因為佢係固定嘅事業。講起來一般講起來做工藝方面啦，做藝術方面嘅嘢，老實話講一辛苦。當然，投入一方面當然也有決心啦。那一開始我做，我先設了我嘅主題，
就开始讲做嘛个东西，怎我有思潮。错。一开始我係按嘅想法。做前因為早期我本身有打球，還有打高爾夫球，還有帶球吹。加嘅時間啊，等於接上會去買按嘅獎品。買到買以為同樣嘅東西咪獎杯啊，買個好，其他東西冇乜好買。加我就有一個想法，講我係唔係來用皮條來做啲嘅有關高爾夫球方面的禮品。一開始講我先設嘅主題就係安尼設定啦，等於講我先尋到有安嘅思潮，至少我球吹咪推銷到幫我嘅球吹嘅人來用啊，做皮包嘅啦，做其他。講那個有一個機會像安嘅東西一般講起來做起，做出來嘅嗰種較主題較少。一現在等於一開始咪我會就講介紹本行嘅球友打球嘅朋友看，別看咧係如講一般來講起來做起，做嘅較粗獷啊。你講睇頭架一般講起來，我買一個名牌包就好 ，LV 啊嘛。錯。一般來講啦，講較粗魯嘅，一般人講可能就較冇用。故所以我講。跟我嘅其實打球朋友本來嘅想法，就講你做得出眼現象，我就同埋。本來等於講很深的一個印象，可能。就係因為唔嘅朋友同講，原來嗱做得出佢嘅現象嘅時間，佢都同埋。也轉變係樣吧，個故事睇下同上一啲。就講起來從皮嘅鐵線來講啦，皮嘅有皮嘅鐵線，做先就是講看人樣做，按人樣來做，一基本的一種很簡單的想法，但是他還要經過研究了解了皮嘅加個鐵線，就應用到那方面先好。嗰種係從皮嘅鐵線着手啦，講起來皮嘅鐵線有按到乜嘅，佢做得卡基本嘅啦，佢做得卡咩，佢做得染色咩，佢也做得等於講咧，因為佢有延展性，佢也收縮性，佢也做得做成浮雕嗰種感覺，有按呢感覺，就講另外一方面講皮嘅本身，它就是最接近人體皮膚的一種。美材，一種嘅材料，皮嘅就皮嘅，而係牛皮，但是係中年嘅牛皮，輕接圈。你講其他東西，像講水彩啦，又係講畫布啦，係啊東西來比較啦，皮嘅輕槍嘅。錯，故說有按你鐵線，故說係開始着手做營銷。係，當然一開始做嘅下，當然做嘅美槍，技術方面啦，技術是可以克服的。一般來講，接上同朋友也好，同一啲同學也好，甚至於就有啲從外學生也好，講技術係學嘅冇嘢，有啲人做10集，要學冇嘢，可能做100集，同樣咩冇技術絕對可以克服。但是就講人嘅主題，人嘅顏色方面，可能係一個重點。唔係特啥學佢冇嘅，就講有啲可能時間咧限下長。錯。另外一方面就講，一開始我做嘅染色用染料，大部分人啦，你講做皮嘅，大部分用染料佔大部分。但是因為染料加個色彩會較少，當然也有點，它做起來就像皮嘅質感會較凸顯，也較古樸。有按你嗰種感覺，但是加色較少。個另外一方面，一段嘅時間會就會氧化，有啲會特殊嘅色，會褪色。嗰種你做營銷有啲褪色褪脫咧，嗰種感覺就冇嘅咩。你講一個營銷講嘅人講嘅神道嘅，我做得出來，神韻啊，很神道，我做得出來，你就要用顏色嚟加強嚟表現。材料也下香啊，材料也因同染料同亞克力顏料共下來上色，加個色彩就很加豐富，神韻更能抓得出。平常時嘅創作看個相片都做得好，
可以安尼讲，一般来讲，照相片来做。那做得看到本人个较好啊，吼。因为本人当然，那看本人的时间要从正面来看啊，来看侧面来看啊，安尼冇。第二，台面上嘅人物啦，嗬，一般嚟講係做，一開始練習到做一個冇咁多客戶啊。但係如果唔做唔模擬，係拿相片唔做，這種冇。一開始講係，但是呢練習，你慢人做嘅練習嘅主題咧。台面上嘅人物，政治人物啦，個有名嘅商人啊，啲嗰種係做青島一方面咧。等於講練習嘅作品，將地圖加威士啊地圖看得到，將有布希啦，將貝克漢當然人冇看過啊，但是電視上面係一直看到，印象係叫較深，作嘅出夾嘅重點作，作嘅出來。嘅神韻唔講嘅神韻啦，嘅神韻係唔係因為唔計經過唔計出家嘅生活嘅經歷以後，唔但看得出來。佢嘅神韻表現嘅重點在哪邊？係咪啊？可以咁講，我接上講咩？唔做一度，也進步就嘅夾，當然都改進啦。如果啲缺點做出嚟，肯都做緊就要注意。我繼續嘅改進啦。一般嚟講，當然越了解嘅人，留到國土冇窮樣，做出嚟東西永遠冇窮樣。真神奇嘅，就夾嘅。挑戰性真高，做影像嚟講，我依隻角度可能表現方式要冇重要，要加嘅挑戰性。我有人下同講，先生，看下我嘅側面較好看，然後做葉片啥嘅都好，我正面較冇好看，我有嘅做人下冇。一開始有喎，一導演，我同我冇做眼皮哈，冇做眼皮啦，嗬。有人安尼感覺啦，嚇，當然也有人安尼特別提醒，但是我認為做出嘢本身，冇去做太嘅修改，你講改衫褲啦，改乜嘅做的，但是唔講改，喺香港皮啊，乜嘅銷售一份，跟人嘅味道就走出嚟。喺我一般我係冇建議人，當然一三年要加嘅個性，做出加嘅個性真重要。我是因為安尼啦，臭啦、皮啦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做出假嘅神道嘅，可能真重要。神韻做得裝模到佢嘅特色在哪邊啦？台灣咧，吳太高佢要講佢講皮嘅特性要當到像要做啲上色啦，做啲染色啦，染色啦、延展性啦、舒適性啦、浮雕，攏做得做。到底皮係樣板來做，樣板裝模佢嘅特性咧，等家下休息幾後再嚟講。10多年前我做嘅作品，當然家下係用顏料，家下就提起講顏料也可以染料。10多年前做家下我咪做到色一豐富，但是在10多年後呢，因為褪色咧，也你去看嗰條街，也改建。冇窮樣，也冇窮樣。嗰時候我本身按到老人街日記嘅，一下我嘅名嘅改起，個名嘅係往過咧，褪色的老人街日記。歡迎到咗嚟暗陽風化嘅現場，睇下同泰國嚟講嗬。如果佢嘅看人客嘅客戶俾佢提供嘅相片，或者係佢看到本人以後，佢都喺度裝模佢嘅神韻。另外咧，就注意到佢嘅特色在哪邊，都做啲表現出來。你看起來都會較強。像唔對我嘅屬事啊，我去做我感覺我嘅特色嘅神韻在哪邊？您講愛見到，冇啦，冇呀，日期翻埋喺上海談嘅。講起來表現一三年樣嘅即加個特色樣到哪到邊嘅等於講除了技術方面，留到技術方面做得用技術跟用顏色嘅方式嚟做一個表現啦。特色，比如講人嘅面當視覺啦，人講屁股挺啦，嘴巴，甚至於人嘅細微的部分，嘴角啦、上揚啦這些比如用
各种的方式来表现，包括技术，包括颜色。我增加嘅技术方面吼，我时常吼自家做出嘅记录吼，ND 吼，当到嘅演员吼，表演嘅嘅演员，佢哋喺表演之前，或者講有時間有限嘅時間，佢都會做嘅記錄，我哋看，個責任，佢喺邊上，佢喺上乜街，佢喺看乜街，唔會有一種嘅情形喎。可以咁嚟講啦，嚇。一個技術方面的表現啊，就要練習嘅，練習到。作為當中呢度唔樣嘅做嘅多聲音，當然係憑依據嘅嚇，等於係用相片啦。記錄下來相片，相片那麼係就做完。但是就講這種看認識去了解一下人，下擺會講你做嘅過程呢度，我會講一點樣嘅做得出來，我思考一久。想一久，到底哪道嘢係出問題，去看出來，等於就講觀察啦。到另外一方面，佢唔提示嘅主持人提示嚟講咧，潛主題樣嘅潛主題，就講觀察，去腦袋了解，比如說我喺啲用咗順口，做線做起啦，10多年前做起，順口係一道。彈咧，鐵彈咧啦，嗬，賣大廈產品啊，賣古董啦，賣早餐啦，水煎包、大餅，因為大部分農民咩，較多，即唔係會去掛號，當做就去掛號，掛號時間，掛完咧，佢要看診時間還有距離一段時間，平常咧嗰種農民嘅想法，因為都從啊冇順口，就有想法，就講，我係咩來捕捉人嘅。安尼老人節，因為但是老人家，老人家日記啊，有一條街嘅日記，嗰部作品都老人節日記啦。但是講起來一好聲哦。10多年前我做嘅作品，當然家下係用顏料，家下就提起講顏料同也可以連料。10多年前做家下我咪做到色一豐富，但是我用顏料。但是10多年後呢，因為褪色咧，感覺起來就講，你去看嗰條街，一改建咧，冇窮樣，冇窮樣。故所我本身按到老人節日記嘅，一下我嘅名嘅改詞，個名嘅係往過咧，褪色的老人節日記，我作品也可能褪色咧。現在這條街也是，也因為改建嘅關係。已經褪色了。等於講下擺講起來一神奇啊，就講在左邊看起來看顏彩看一下嗰種感覺，特別有意思。錯，該當時做嘛冇想到講，會安尼個轉變吼。我之前講喺門口，用中嘅門口大門出來以後，爭片殺入去，入片佢有一條街斷冇去錯，一下都看唔到嘅啦吼。就被順口時態嚟嘅，夾免準大咯。確實有樣嘅。神奇啊！個時代嘅轉變咯，同個前期嘅創作片，冇想到個當時嘅顏料，到也褪色以後，都呈現出來都經常係褪色嘅老人家嘅老人家啦，嗬。個有樣哦。講到個皮嗬，皮唔睇過唔用個皮嗬，皮要當到啲皮啦，當然唔係人皮啊，講係乜嘅皮呢？牛皮啊、馬皮啊、乜嘅皮？講起來係講做雕刻咯，皮雕嗬，大部分啊係牛皮。牛皮。早期像台灣沒有專門做雕刻嘅皮嘅，沒聽有。但是一般講起來加製作嘅過程、鏤刻嘅過程，上皮製作到用到嘅皮要經過一段嘅過程，佢等於污染一體，佢係淺淺嘅。一方面工廠進來進少，也係講一般講起來，做皮雕皮大部分係進口較多。當然用嘅皮係牛皮佔大部分啦。當然有啲講話，我做皮包嘅可能要用到其他皮嘅也有。冇像羊皮啦、馬嘅皮，同樣咩有。但是就講用處可能係做皮包嘅皮件方面安尼東西較多。但是做雕刻大部分就係用牛皮。但係牛皮有個特色嘅延展性嘛，較好啦嗬。嘛較比較好一點，較穩定啲位啦嗬。
总讲甲牛皮的时间，甲处理的过程，迄买来都做得开始来雕刻，非常迄讲，我经过动作嘅过程来处理。一般买时间当然係材料行。这么买皮雕的材料行，买皮的安尼材料行。有专门也该买。对，係去买，但是留到皮的本身，你讲原皮來嘅話，留到盤咧要4-5 mm 盤咯，個牛皮啊，留到4-5 mm 盤當盤。但是你講做雕嘅，將要留到泡泡一點點，你做皮包嘅較泡。一方面就要經過削，削較泡啲嘅，表皮。家下就會講到個，我嘅做作品裏頭下部分，大家會談到，我留到利用天衣層嘅皮，表皮做皮包嘅，天衣層嘅皮來做其他嘅東西，削出來很多檳榔嘅狼皮，以鐵樹嘅名嘅，留到如果狼有啲咩嘅狼嘅皮，係個唔係，又係個檳榔嘅皮，其實係天衣層皮，客家話較少嘅講法就可能係二郎皮。二郎皮一般較俗稱，太家糖嘅是。做啲用表皮來做雕刻，做皮包嘅啦，雕掉。存下來皮嘅，做嚟做雕塑。做雕塑，存下來嘅講起來一神奇咩？一般來講做其他用途啦，存下來皮嘅。但是我染起來做其他東西，但是做出來嘅東西鐵片冇同樣，要加個鐵石。加講起來，就除了有一方面鐵石，皮嘅本身要噴塗，佢一適合來做安尼雕塑嘅堆疊性嘅安尼作品。你如果說把它當做一種嘅材料來看嘅話，就唔好想到講佢一天嘅皮，但是我做出來東西係一個另外一部分嘅東西啊，也係講我本身也係以驕傲嘅部分啦。等於講我做出來東西冇同樣，但是我不在乎人講看嗰皮嘅做嘅冇，但是我用嘅係皮嘅鐵線啊，也以鐵樹嘅東西。聽我講，做出來同片人冇同樣嘅地方係因為用嘅皮嘅鐵線冇同樣，或者係講自家嘅做法冇同樣。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分兩部分啦，一部分嚟講係就皮雕較傳統嘅東西，所以我用嘅主題一開始家我嘅想法，我較冇用其他嘅傳統嘅一般人就雕花也好，花鳥也好，也係講唐朝也好，我冇看到咧唐朝咧，但是我用嘅大部分我講我做出台灣嘅一個特色出嚟，嗰時我皮條部分我大部分應用台灣為主題嘅安尼東西，像客家人發布嘅啦，也係講童話啦，也係講鄉村嘅龍騰斷橋啦、古厝啦，但是我應用嘅即台灣嘅主題，原住民我同樣沒有做，做出台灣嘅特色嘅皮條，也係一部分啦。第一部分嚟講，我講嘅我利用存下來嘅東西，我做其他。冇同樣嘅東西，去嘗試性嘅作品，係接上講係實驗性嘅作品。利用部分就講業務噴塗，要做得完。個另外一部分，想都冇想到做得用手。用手用拿嘅方式啦。唔係真正用火安尼手啦。唔係。拿嚟拿咧。基本變較無聲嘅。一般嚟講，像做書嘅。做書嘅咩要用印拿嘅圖案，做出嗰種感覺，印拿嘅方式。皮嘅中央咩要，但是我用嘅方面要另外一部分，一神奇嘅地方。我一般嚟講，我可以做出浮雕嘅種感，疊出浮雕嘅感覺。我做得利用存下來皮，利用皮嘅用剪嘅方式，用擦嘅方式，來疊出冇同樣嘅東西出來，出家想法。那做寫實嘅東西也好，做抽象嘅東西啊，用色彩表現也好，也係講利用表皮同人皮嘅差異性。比如說厚薄，比如說加嘅光滑跟粗糙對比嘅嗰種嘅效果。利用一方面，等於講也係一種嘅特色，表現出冇同樣嘅東西。個另外一方面嚟講，皮嘅本身佢做得黏性嘅，嗰時候有啲東西可能看起來會像金屬一樣嘅，有啲像陶瓷，有啲像書一樣嘅。我會想
会用亚种方式来表现，做出无穷样的东西出来啊。利用皮的特性啦吼，像唔条去讲，伊其中係用貂皮啦，同尼龍皮啦，來結合起下，做出無窮樣嘅層次，質感，一個層次感，一個質感都無窮樣嘅。像唔也吼，帶來也做嘅，也都講尼龍皮，也係貂皮。貂皮啊，也係貂皮。它講法一般來講貂皮一個，其實係貂皮啊。其實係泡泡嘅熱情啦，皮嘅當然一般家嚟講，貂皮係泡泡嘅熱情連連，90%係按到尼龍皮。也有削過嘅。也削過咧。哦，也尼龍皮拿鐵嚟嘅。也唔係講尼龍，而咩叫含有尼龍皮做含在裡面，貂皮是泡泡嘅甜甜啦。哦。90%係貂皮，它講法。其他我們稱為狼皮，就講尼龍皮。哦，也講到皮哦，還可以當到學問哦。我第一年皮牛皮啊，你講原來韓國有貂皮啦、尼龍皮嘛嘅皮哦。當然咧，佢嘅特性無窮樣，做出嚟嘅東西都無窮樣。等下休息嘅吼，張國強吳太哥同大家來講。當然，希望自家技術做得繼續有人發展下去。但是我嘅想法提到就講。唔單止學牙技術天天，實際上唔兩樣嘅，做出台灣自家嘅皮條嗰種感覺，唔係講做出牙嘅模嘅。哦，意思係咁嘅，等於講唔去天來發展出台灣嘅皮嘅做皮條嘅特色也好，講嘅雕塑也好，你做出自家嗰種感覺。歡迎到咗嚟暗陽風化嘅現場，聽我同吳太哥講當道嗬。我都想講吳太哥佢做20多年嘅時間咧嗬，20多年來，唔要算講唔作創作片有幾多集冇？講起來，算其實冇認真一算啦，講起來應該一度啦嗬，幾多集？下擺一難講嚇。太陽。講太細細啦，太細可能也不少啦。講嘅2000集啊，可能話有啦，咁講多。但是就講，也過程地度留到東西，做出來東西，你咪講，唔係以好，唔係依個可能係就等於屬於啦，等於自家收藏啊，等於做出來不少啊，等於講在練習過程當中啦，應該講開始學一度。像我印象老實話講係做，講起來拍幾下百集，就無窮樣嘅。有啲人係做幾下多喎，像窮3年係做幾下集，如果做出嗰種感覺，係咪咪窮樣？人體呢，像係拿相片冇人就做出來，但是也過程裡都可能要發現到一些問題，一個因為講唔係以後嘅情形，佢會重新再做過。按你情形，下擺1度、2度、3度都有。嗰時候下擺就1度嘅困難，你樣去突破一啲，下擺就看唔出來。你想講樣嘅來突破安尼，嗰時候做嘅嗰種次數，不斷的增加。像做些開始係講影像係做進度。主要係一種嘅練習，一種嘅磨練。錯。你講你遇到困難時間。要想到按樣板來突破嗬，唔該做個創作嘅過程，其實會感覺自家一剎在創作嘅時間，會當孤獨當孤獨冇。一般人講就會安尼啦，嗬，當寂寞。藝術創作家都會安尼想冇。一般來講自家啲啦，嗬。大家係講對於我來講，這個係寂寞，確實係安尼。因為有問題自家，用自家方式來解決。騙人下擺冇辦法來聽書嘅嗰種感覺，等於講讓我來克服一點，留到需要經過時間啦。唔係講做一隻作品啲都唔多困難咧，等就做得解決，見面冇解決，聽下做嚟解決。其實下擺唔係，下擺就特別順暢。你講係真人嘅創作嘅嘛，就做唔好就可能擺順暢。有想到咧，有意咧，有靈感咧，有一種想法咧，就拿起來改。我一道作品啊，做得安尼做，你講冇
經過時間嘅，尤其係皮條，那個冇時間嘅就做得係做得染料色啦，好講小部分咧嗰種調嘅方式做得修改。哦，當然雕塑部分就係佢做太方便修改做的，就講你做唔下依咧，有東西可能特別順咧。如果有想法咧，將拿起來再繼續做。嗰種留的作品係經過了時間。將完成，因為個很滿意嘅作品啦。創作過程遇到困難嘅時間係啲太數期嘛係，一開始佢都學嘅皮條嘅啊，唔要同佢討論冇，佢要本意見冇。講起來哈，同阿本陽去做假嘅喎，其實也阿本陽冇做皮條嘅，因為退休嘅啦，退休去做其實啊，另外一部分假嘅興趣，另外一部分實際上就講，當然佢是做因為佢做又做皮條又讀又安尼東西打做咧，看到咧，就講知唔知係咩嚟做看咧？其實其他係冇做，就真要繼續做下去，我係講佢嘛要一種嘅皮條嘅基礎，遇到困難咪講本樣唔嘛同我嘅建議，我做到嘅下遇到困難咧，唔要咁嘅想法。講老實話講嗬，佢做嘅，佢做佢嘅，我做我，兩三冇嘛嘅討論啦。係啊，等於。冇窮，所以講成法窮啊，但是實際上係想法，對係，因咩講想法啦，等於佢要加個成法嘅方式啦，對，但係我自家我係人講嘅，也許係大男人主義，自家我做創作，我嘅理念，我表現我理念嘛。唔講皮條藝術當中嗬。最困難嘅技術方面係到底係哪一種嘅技術嘅方面？係用力啦，或者係講因為你自己冇嘅想法樣辦？技術上的最困難。講起來，從粗淺嘅啦嗬，技術方面剛才講，啲絕對學嘅話，做到，去磨練技術可以克服。但是你講佢有創意嘅，你現成樣嘅主題來做一個皮條嘅主題。而家講也高嘅，那出個大高嘅，唔係講照抄你咧，現成咧，佢就做唔得。等於講唔係講，出個有設計出個主題，也就唔係講得晒你遐想得到嘅。你生活歷練，然後也講看市面看得到，也做得到，你當想得出，你都做乜嘅主題，樣嘅做樣嘅主題，設計樣嘅主題來做，也嘅問題也大。個另外一個就講一般人做皮條嘅人。老實話講，大部分也唔係科班出身，很多真大部分就講興趣爭入咯，爭等於講探入也個做皮條嘅行列啲度。故說一方面係缺乏，顏色方面也缺乏，一樣嘅花。除了染，除了花，唔講有啲較單純嚟講，一切紅色就也係特別強啊。全部切縫這個當然冇問題，但是講你分出嘅層次，像我們做皮膚，你影像皮膚質感，你染出嘅個層次，也就有另外一方面問題。除了訓練以外，數量以外，個另外一方面嗰種感覺，佢需要時間。亦係講一種嘅創意，一樣嘅表現也創意，一方面可能。需要生活歷練，然後看到做到，加上生活嘅經驗，真有辦法講，我做乜嘅真等於講較好潛啦，呢方面較好有條路會好行啊。錯，唔睇講感覺自家嘅創作品同別人特別冇共樣嘅係乜嘅？可以按嚟講第一。我做嘅東西大部分唔係做皮件太多，等於講我做一幅畫，做一個作品。用一方面佔大部分啦，用畫面嘅情景來描寫，也地擺有一個故事。個另外一方面就講我做嘅大部分台灣嘅主題表現嘅方式除了技術以外，另外涵蓋了繪畫技巧。故說寫實的作品一寫實，色彩一豐富，也等於講
本身来做皮雕一种的提升。讲咱个方面就讲应用的方式、一法，加讲过的布皮同伊朗皮来结合，做出雕塑的作品。也讲可以按你讲，虽然讲也因为脸书一发摊咧，佢看得到世界所有做皮雕的，那或者去地图你上去的话看的话，世界各国的你就看得到。也种方面的作品，等于讲也係硬一個靜態的特色，冇一當然看到實際的作品，電視上可能還看唔出，呢個實際上你看到嘅作品，唔會感覺，哎，因為有可能，也就做得出一種嘅感覺，也係硬靜態的特色。確實呀，每個人吼，佢每個人吼，佢嘅創作品吼，藝術家攏愛有自家嘅特色吼，係將做出來同別人無共樣嘅地方啊，畫圖嘛係共樣。將睇過唔會想到講，以後也有時係同啲項目，或者係唔會擔心講煩惱講以後傳承嘅問題嘛。以後有想嘛，要按樣辦來做，按樣辦來做傳承。也係對特別是啊，客家書院係有到嘅上課啦，一年有啲教學生，有啲教學生咧。當然希望自家技術做得繼續有人發展下去，但是我嘅想法喺度就講，唔單止學我嘅技術天天，實際上唔能樣嘅做出台灣自家嘅皮雕嗰種感覺。唔係講做出硬嘅模嘅，意思係咁嘅。等於講，你天來發展出台灣嘅皮嘢做皮雕嘅特色也好，咁講嘅雕塑也好，你做出自家嘅種感覺。台灣嘅特色，台灣嘅特色真係重要。也就係講吳太國吼，佢感覺講，其實呢，也全世界各地各國吼，攏有當到做皮雕藝術嘅創作嘅人啦，吼，嘅藝術家。吳太國佢最煩惱嘅講，佢也有啲教學生，唔過呢，佢希望呢，大家攏做啲共樣，做出台灣人嘅台灣特色嘅皮雕嘅藝術嘅創作品。吼，基本因為時間嘅關係吼，訪問到也吼，也非常感謝吳太國來接受人嘅訪問，同人講安當，讓大家攏知講皮雕藝術，確實咯，人看到佢嘅藝術創作品，人錢拿出來賣，其實呢，也當中呢，要當到創作者佢嘅精神在地位吼，吼非常感謝吳太國，也感謝各位收看今晡嘅暗鄉風法，下次見，拜拜，謝謝。